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4，旧历的5月24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惊险的车祸，无下安全带，轿车弄互人，2个人飞出去车外。透早5点外，国道3号路南新德关西路段，一台轿车应该是驶上紧咯，家己去弄互人。规台车是冰棍啊链，测出着火势。这个车头是弄甲密密冒冒，车顶3个人拢无下安全带，有2个人当场弹出去车外。加在后壁车反应紧，赶紧来切车道，无为人甲交过。其中一个女子伤势严重，人昏迷送病院急救，所以要来提醒乡亲，坐车一定爱下安全带。这当天光尔，有一台银色的轿车，足紧的开入快车道，看起来速度真紧，过来突然间全失去控制，弄着护栏，规台车并过，一位乘客对车内底飞出来，当当摔入涂骹。事故发生一瞬间尔。车子会翻车，好在加在后边驾驶反应真紧，无去弄到，车停伫路边了后嘛帮忙报警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发现车内底飞出来的女性已经失去意识，赶紧甲送去中国医药大学新德分院救治。车祸是发生伫国道3号路南82.6公里的所在，车顶管有3个人，可能拢无绑安全带。疑似未系安全带，所以造成抛飞在车道上面，依处3000到6000元的罚元。过去发生的车祸内底，嘛足侪拢无绑安全带，为着家己的安全，开车坐车拢爱绑安全带。